在全体属于恭向岛南圣孝宫北极天天上帝天上圣庙世界之前行三上向礼，拜再拜三拜，銮情清香三中拜，有求必应敬如在。岁次一年农历8月20日，大中华民国114年10月11日，吉日良时，百无禁忌。经有分林苦假福德精神，将落下地主，天币神辉素果，金香祝福等。心红岛南圣孝宫北极天天上帝天上圣庙，三在湾口吉安辽景，礼食花坛灿会东庆，恭迎圣家登坛祝福，祈求庇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处处活动万万成功，参与人员阖家平安，行车大吉。顺人工商，百业齐发，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所求如意，万事大吉祥。全体在共向岛南圣孝宫北极天天上帝天上圣庙行三上香礼，一上香，再上香，三上香，一香红炉。